有各位聽眾，歡迎嚟到嚟邊咧學見嘅節目，見阿節我能抹掉啊，ticket 俾個了啊，我票你 Google Hangout 抹掉啊，上擺冇人嘅攤在啊，連冇人嘅特別嘅邊，我哋後點阿妹阿龍嚟，阿節本冇攤接啊，阿時家己代表接啊，阿妹阿龍，歡迎。應該我是唔知是唔是我帶啦，你講是馬來西亞人係嘛？係你有講教美國人有時講就做人噃。我唔知是咪家己係美國人嘅，所以我家己本明白家己，我家己明白。冇落用嘅會啊！我就係我本明白咯啊！我本明白啦，你冇落用淡薄咁就見你。美國人嘅拜本佢剁掉，人就本佢剁掉佢，佢凍掉。誒是咩？嚟，em mới alo歡迎喺前古部嚟講講完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歡迎。肯定咱咪 test，咱 test 下 budget，咱落了嘅時，咱 test 下make sure 你用嚟啊，咱話別個人個來個，別人個 join 個，但係你講未 join，maybe 你冇新嘅，你冇 update 你 Safari 啊，還是你 Google Chrome 啊用？我是用 Firefox 上面，maybe 特別用 Google Chrome 特別 install plugin 嘅上面嚇啊，定之阿莫單定之是講站會時你哋 install plugin。啊，對。OK，我去。誒，我嗰陣看到，我嗰陣聽到你 bus 嘅聲啦。你冇講話是冚聲起來啊，11機，蘭只機冇講話是 mute 起來。誒，我是唔是要 get 11還是11嚟啊？係嚟啊！啊，我嘅。OK，就 new host 嘛，我未嘅。OK，當然咱咪開始啊講嘅，我嘅話題是啊，福建邊福建。哎呀，嗰一個，這是福建邊行，這肯定是出來。嗰是阿毛係有講福建話，你真係名阿毛名，這肯定能看到。啊，最人都叫做是讓聽到正嘅。If you're listening now, you're live on air to the whole world。哦，係咪嘅嗬？係咪有得掉？係咪個毛？啲名是 S 嗬。啊，對。係咪你在咧？快啲咯！開掉。Google Plus 嘛 ？Google Plus 係快掉呀？哦，你快到佢快掉。嚇 ，for real？冇啦，別啦。你是講 Google Plus 係迄個一格位嚇？啊，耶！Why 係你好？哦，對，join 嚇，直接 join。OK，but anyway，當然我俾講福建邊福建啦，所以我只特別嘅邊，所以我咪介紹兩個啦，就自然數特別，有一個只特別嘅呢，特別介紹。頭一擺嚟參加完，唔使叫調。你名咩？查甫，隨只請只甜嘅。Hello，你名咩？聽到，你名咩？大家好，我叫牛驚。牛驚，歡迎小剛剛。我未看到我鳥啦。牛驚，你看到 video，你未看到 video？啊 A 啦。A 啊。你看到我鳥，但未困咗了。看到。你當邊困，該乖呢？記得節，佢冇嚟接我。但係我成日時間驚我 computer，但係做乜事我 computer sleep 嘅，立我 computer。即個禮拜我哋嘅校長是梅阿龍啦，梅阿龍是俾嚟教我哋是未曉是佢梅咯。有冇俾講看當今這邊嚟 chat room 裏面嚟，我感覺到只係成個胖胖嘅，學緊話滿頭冇就老漢啦。邊個咧邊咧學緊啦？意思是講。對於嚟講成嘅是冇啦，但我哋快咩介紹正啊，牛驚，你是到聽邊咧學緊歌未？有時有聽，有時冇聽。你幾時捌掉呢？半年整啊㗎。安怎捌掉？安怎處掉？因為我去 Google 了 search 邊咧 plus 學緊，然後就除掉啦。安怎係去紅險去隨邊咧 plus 學緊呢？因為我想要看有人研究過邊咧學緊咯。哦，我人研究幾多年咯。8年。對，真係搞歡迎。你有時你有介紹你朋友聽啊？因為我當今去台灣，所以朋友個咧未曉。哦，就主要咧多聲曲嚇。阿摩丹。Nè。阿摩丹做咩事咯？讓落雨啊！讓落雨啊！ยังหล่อหรือเปล่าแซกูซินแซกูซินอ่ะแบบกินเรามาหล่ออีล่ะไอตอนโฮเซลหน่อยสกายเจน่าอีอ่ะจะถอด drop ลงขีกันแล้วอ่ะฮะหมอตาเนาะหมอตายังบูลลี่
阿莫丹那是人不哩噜就 drop 樣嘢啊，hang up，吸一電話。OK，有一個所謂善招，你是當邊兩個定到時？我變靚人，邊兩個得一個？多啲愛淡。多啲愛淡啊！我定到他撞領撞嘟對嘛，撞嘟。啲外國本是睇撞領。哦，แล้ว OK。我個有我嘅即善招，現在啲炒苗苗嚕。鳥驚嚇，鳥驚了個鳥驚，我個老鳥八卦咯，了個有善招，無論對啦，無論個阿咧咩咩嘢四山講下無，叫做線啊，然後你苗苗大炮先，大炮線，大炮線，一個胖胖咯，了歡迎了。個有即吉他朋友，แล้ว頭頭 jam 真係冇聲誒。哇，睇了。有嚇，頭頭 jam แล้ว個有即個bass 嘅即個布拉贊機，無啦布拉贊。聽到。聽到布拉贊機嘅伊個嘛，到底後尾抄到，แล้ว個有我嘅頭地係ซ้แล้ว係ซ้成超啊，佢哋嗰啲物件嗰成超。個有最個啊，到底 Skype 咩事住無毛病咯，無毛病。哇！我就係我是最哇！我唔是冇毛病。誒，你知唔知我是我本都知啊？你是你啊，我是我。隔得人嘅我本是我就嚇，誒你唔是坤啊？這唔是這最個唔是坤啊？我คน樣嘛？我真係聽你見係抄領帶。哦，抄領帶。你是抄領帶，就是抄領帶，本是最頂到入面抄領帶。確近嘅個抄領帶，講話冇停拖呢，滴滴滴。衰啊你！叫啊！現在同緊甩介紹去阿木更。阿莫丹，聽個了啊！係咪阿莫丹講咩？我是就聲，我講。冇字啲數。弟弟頭定大人哋講冇明嘅嘢，有一個個有頭定大個，唔是頭定大，個有係阿莫丹嘅個是三百八真歡迎。Hello。แล้วก็อูกันนาไปเที่ยวนะไม่ก้องแต่ปีก็มาว่าขามีจะได้หลอนลำบองแล้วก็ว่าหาวเตี้ยวอาหลง歡迎嚟當見到係介紹就我俾梅看啦，即是梅學阿龍個人講教人者啦，到底安怎有咧會叫福建，有咧會無叫福建是做咩事叫做？福建是按怎來呢？按怎講是唔是一位叫做福建咧？所以就變咗叫福建嘅話，阿龍。就一位是叫做福建，一 state 叫做福建嘛。哦。一 state 叫做福建，係咯。特別呢嗬，其實福建話有真係濟種嘅，係咯。伊到底去一個規個 state 嘅人咧，隔離本是福建人嚟。特別咧好衰唔衰咧，有一種嘅話咧是特別出名嘅。第一隻人講嘅，就是咱同佢講就係福建話。所以比起你所在出來嘅人，隔離講我講係福建話，所以人感覺人家己講嘅福建話是第廣大嘅嘛。所以特對人講。咱同你講嘅話就是福建話，其實福建規個省規個 state 啦，真係大，伊來有幾十種嘅話，特別咱同你講就係福建話是福建嘅其中一種嘅話呢。哦，所以你在講福建嘅南邊有係咪無相嘅話呢？意思講伊唔是相嘅。第主要是本市種咯，第主要是本市種咯，就是市種就是東南西北啦，東南西北啦，市種嘅話。按照講，咱人講嘅是南部嘅話嚟，就是福建嘅 state 裏邊南部嘅話，所以咱係閩南話嘛。哦，依閩哦 ，I see，แล้วก็閩就是福建嘅意思嚟，閩就是福建嘅意思，就是規個福建 state 嘅意思嚟。哦，闽就是福建嘅 state，就叫。因為個對嚟啊嘛。比隻啊。哦，比隻哇，你炸些對嚟，佢就對嚟嚇。我可以啊嚇，我冇講啦嘛。OK。
榴蓮伊當今我人個校我人嘅福建校長嚟教我人就係講福建嘅歷史。我哋聊嚟呢頭正邊咧先講話，人哋伊是咱人嘅，就講時代人嘛，長輩咧是咱嘅時代人，所以特別強調呢隻。有可能一百人嘅三個字咗，人隻人比這個比人隻比個字咗。嚇，嗱，伊唱佢邊個咧幫伊幫配邊個咧？這個咧幫配啊，冇唱配，一幫配邊咧？這個咧講唱配嘅。我未困咯啫，actually 我未困嘅。嚇，特別都聽到。我咪話做夠啊，我有時食啊，刺激過頭所未困。哦，好刺激就好本。咱嚟聽到對咧，咱學掉講，所以咧面嘅意思就是講福建誒，即伊個 mistake 啊 ，state 是招啊，是聲。是 actually 是對比講嘅，是 province 嚟。是 province。不是 province 叫做咩？福建話叫咩？人哋咱啲 Malaysia 咱啲 Malaysia 冇 province 嘛，啲 Malaysia 咱講 state 嘛，所以講 state 唔係嚟係較定定。華語叫做咩 ？province 省呀，對福建省咧，省是叫做省。福建省，福建省，頂啊！然後relation 有錢人，係咧有錢人做唔上嘅。等陣誒，咱慢慢講。咱講是記咗所有人。慢慢後條，你是講就講頂啊，成個咱剪物件頂啊。唔是啦。聲，嚇，對。福建嘅聲。人整嘅人講嘅聲了。了個有時候咧，有個面東、面北、面西嘅咧嗱。對。你講福建那邊有一種人叫做福州人係嘛？福州話是福建話嘅種嚟，特別咱講呢種福建話嘅大，所以咱人變做咱人講福建話嘅。哦。誒，冇咩嘅可能。你講我唱嘅福州話嘛係啊？我有聽過福州話。OK，我學兩隻得，但是迄個會曉咧，係甚至係講我學吉他未曉人嘅，講嘅這句話係咩意思好？嚇，講。嚇 ，OK， 咁聽嚇。真古老無看見。嚇，講句慢慢。啊？真古老無看見，聽到？我慢慢。搞。哇，講句慢慢。真古老無看見。哦，這個冇看到呢邊。哇，就真搞過，那個隻另外一件。你做咩事？不。你是蝦米樣？唔是。你做咩事咧？你做咩事咧？賤，因為。擼興擼啊！會曉人講。會曉人講咩？擼興先。阿咪。興擼啊！呢位隻龜擼。哦，龜擼。哦。嚇，所以第三嚟嚇，有咧嚇，我係曉龜姑娘。哦，你係補幾兩喂？補幾？你係補幾兩咧？是咧。呢是新年話誒。新年話哦。新年話。啊？誒，新年話。依家係補幾零？係咧。等陣我咁樣問這個阿龍嗬。哇！最最啲多聲，一沙沙。鹽水。頭頭 jam 麥，佢冇好似刷呢。我會講你我 make sure 我再問清楚，我今日講福建話呢，前年我不過就講原來伊是人大一嘅時候，人就變做係人講變寧話是人，但是講比較濟人又講福建話，人講變人大一加三百叫講變寧話就是做福建去啊，所以哦，你看你意思，你把你較知啊？我把你較知。我同你講，所以講人講我哋講廣東話，廣東話本是廣東省裏邊只隻話裏邊其中一種嘅話嚟。哦。對，廣東話其實就是規個廣東省裏邊隔離嘅話，本是廣府話嚟。特別
แล้ว人講嘅其中是廣州嘅話嚟，所以是啱嘅其中嘅話嚟，俾人講你紙袋爆啊，你布子靚嘅，佢哋覺得唔是廣東話嚟，佢哋覺得唔是廣東話嚟，特別咱人同佢講就係你鄉下人講嘅是其中是種英語出名嘛，所以變做人講廣東話嘅東西變做是其中嘅話代表啊。你話咪咯，做咩事？咱到底咪咱馬來西亞嘅時做咩事？個咱有搬北方跟南方嘅福建話冇相，係你個人做搬呢？哦，愛搬其實是因為看歷史咯，因為咱邊人嘅做工啦，幾百年前做頭一代來嘅人咧是中國漳州來嘅，係了，係咪州？中國漳州是頭一代來嘅，係了，個有另外一個所在叫做泉州。係咯，泉州嘅人咧，人落嚟甲漳州嘅人去嘅所在無相，所以人迄邊成話了，人成驚成走啊，大久了，人嘅話就變對人嘅條魚啊嘛，無同款嘅。你另一種是叫做建州，無，迄個無。藥州嘅是。佢講另外一種咧，無，第就是金毛種嘅。你那邊嘅你是哪一種咧？邊人是漳州嘅，我昨晚講啊，你上課無聽先生講話嘅人，昨晚就甲你講。你真無病，你來真正無病。你打來是漳州。亂甲要死，當今聽無啦。你來真無病。唔知是迄個刷叫唔知是劇本啊，當 mute 你麥看。mute，好正 mute 了嗎？嚇，無聲耳啊，劇 mute。啊，等我先錄。OK， 好啊。了阿妹，阿龍。了，等我。對。阿妹阿龍了，講係咪照啦？見照啦。你等下我唔知是唔是我紅是啥大聲啊？等我琴日紅字先。嚇 OK。誒咧，啷正住在即係歷史邊咧，學嘅時啲小乜其實300唔在呢，啷解啷在咩？啷在講學嘅話是個乃是一個白話樣啥變做佢哋去。邊係咧？咱邊人北邊嘅福建話參加混啊，because of 佢8年啊，這邊照啊翻啊，所以北邊我諗同見，無，其實參混啊話是真正常嘅，你就這麼說，因為幾百年前人真濟人喺中國出來嘛，人出來人是攞嚟，啲主要攞嚟所在人出來嘅，漳州加泉州，係咯，漳州嘅人咧真濟來咧入邊咧，係咯，人其實有傳真係無相關嘅混啊話，都對是中國嘅。所以你特假設你會講你沙本係中國叫咩？沙本就是沙本。哦。沙本就是沙本，係咯。當吉叫咩？當吉本是當吉。哦。對。你覺得是受到混合話影響咧？係咯。就是講啦，你是講咱到底來馬來亞咧，是用傳對嘅混合話夾對去中國啊？對。哦，所以其他邊中國人唔叫沙本啊。當格本叫當格啊？對，當格本叫當格，沙本叫沙本本哦，原來特別頂到嘅時，就是講只對起歷史嘅時，樣就是要把你字本嗬。有人叫漢奸啊？特別你冇用嘅嘛？有人叫漢奸。沙本。冇沙啊！中國嘅沙本呢？嗬，中國嘅沙本都是用嗲แล้ว大做嘅。有冇叫漢奸？有時叫做嗲殼。嗲殼。特別當今嗲殼咧，近日出台灣南部嘅人會用呢。哦。嗲殼即係台灣南部嘅人會用。你講人是轉係咪轉西轉招啊？人漢招。我同你講，你邊咧啊？咁打對面有一條路，你估啲個？咁打對面有一條路，佢就何朝聲。何朝聲嚇？嚇？有jalan Sungai Ujung。一學嘅嘢，一間漳州灣。哦，漳州會館就是，咱就是人講嘅話就是漳州話，所以有隻人講，咱邊人講嘅話，福建話，真奇怪，跟咱無相嘅。人講日本，人講日本嘅，特別中國漳州人就是講日本，唔是講日本嘅。哦，所以人講咱講話講無準嘅是意思，就是講唔是講無準，是講我人講嘅話講亂無相嘅啦，因為咱講了是福建嘅 state 嘅人。
你會使成日都一樣嘅，中國就有一個所在是講端厝食飯嘅，唔是轉厝食飯嘅。哦，你當初食飯嘅是轉招人啊？轉招啊？佢近考慮食屎啊？冇一轉係你沙圈啊，對面一個牌。個按照我聽到係個誒，上節人啊。I think I want to be come 嘅 disconnect everyone 咧，那個呢嚇阿龍咧。你 OK，當今我唔會講啦，當然胖康所以較濟人馬來西亞人講嘅學嘅話，較濟是較攞裝嘅咯，對。對，較濟是較攞裝嘅。啊，唔係調招話是唔是到啲福建文咧？調招話拍生咧，調招話伊是福建嘅囝嚟，特別咧嗬調招咧好衰唔衰調唔是啲福建嘅 state 裏邊，調招是啲廣東嘅 state 裏邊咧。哦，調招是到啲廣東嘅。一直地話福建嘅所在，所以幾百年前咧，人嘅樣少咗，because 古早無 province 無 state 咁樣去搬，所以係變愛嘅搬嘅事實愛去。所以一般咧就一般嘅時就搬咗變咗誒廣東嘢啊。佢咁唔條餅去啦，搬唔條餅去。啊對。哦。搬條餅去係啦。特別搬嚟個時種嘅話，咱常常聽到嘅，佢時種我一般是福建話嘅囝嚟，就是福建話用召喚嘅就唔係走過海去一個所在叫做海南島嘅。哦，海南話。海南話，所以海南話、潮州話、福建話，乜先海南人？哦，那海南人。嚟嘅邊親下啲嘅。哦。能啲海南人。海南人蒙港。蒙港哪個島？好啦，蒙港。唔係出地，唔係出地。幼稚。有字冇有呗？好咯，就跟我呢借物件，我即跟你老都唔知講我呢借物件不咯。啊，那我好屌噶。教練啊！我真感謝你咯，你好屌啊！發超。你嗰邊咧，我就是白流浪講話。咪講能流啦，唔講我流。actually 有嘢就係你歷史啊傳起嚟，冇人係真嘅書咯。唔知道咁樣點變咧，冇得字啊，冇關字樣字啦。人講別咧學習換，其實是落力換，所以我當然大啲都條流行嘅講學嘅話，平常時我相連嘅冇咩食晒字啊，我用 iPhone 落嚟。用係咪用講？actually 我講，我sorry 嚇。我 actually 就未未困是 because 我 suddenly 想到就，可能四行字嚟 rhyme 嘛，如果係要 A 咯 A 在 B 在詞到詞嘅係 rhyme 嘛，我咁樣詞咯，即係我可能誒特別，我同你講，即係你個冇你聽，誒即係你當見有人哋寫了，所以有邊嗱邊嘅詞啲，啲邊靚咧，你會寫俾就邊嗱邊嘅詞咧，我就係覺得有啲詞裏邊記啦起嚟啦。哦，你講下，特別。誒，等陣，我等陣 ，Skype 嘅人攞嚟聲真正無好，所以我 hang up 嘅了，我攰 call 攰嘅了，我 call 攰啷攰 reconnect 攰嘅啦。OK，啷看片聲，我個在 call 人哋yang ye sangat teruk lah dia punya quality。好，啷聽到啷到啲 hang up 嘅人，我感覺對樣 quality teruk 哦。有啦。OK，我 call。number 啦。我 call 到對樣快知道我 call because 他媽是伊個叫佢哋跟 internet connection 第一班嘅人 call 啦，即係冇單。我講他媽咧叫你 host call 是你 internet 第一班嘅特別你個 host。OK，阿龍通啊未？通。就把聲聲下 ，please come here。嘅路線佢就上嚟。聽到話哦。有。你是會要話話呀？聽到話啦。我係 astronaut 嚟 ，astronaut 唔是呢個。呀，呢就啲 hang out 嘅。對嚟有問下人嘅後點？啷上班啷到啲 hang out 人？哦，對嚟嚇。OK，hang out 人啷有蝦米有冇咩問題？冇清楚被拔嘅，被問後點啫？多龍介紹一個，because 我特晚冇錄個 join 浪，喊人後點嚇，冇單啊。是啦。後點是一名叫阿龍。阿龍係 OK，阿龍後點啊。
買叫你叫阿龍好啦。阿龍好啲咯。OK，阿龍會使。嚇！誒我特別靚嘅，那有影嘅使出嚟兩個 B 嘅。係啦，那對咯。特別我是多人介意嘅啦。我都到人家一嚟整啲拖啊。介意嘅哦。他們是人介意。人舊衣啊。人舊衣啊。你唔是到啲講國嘅咩？喂，流麻大隻病嘅，喂，廚是多人舊衣嘅啦。哦，แล้วรู้ตอนนี้สิชุดไหนที่รู้ตอนนี้สิ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นสิตอนนี้ตอนที่หลังเก่าอีก我多邊領啦，嚟看我老夫。哦，แล้วรู้對廚師你用 internet 嚟聽。我會曉寫 email 呢啦，出呢即係 Skype 物件嗬，阿家呢啦，有時會有時會咯。你叫เราลำบองการรู้ set up 隻 account แล้วสิว่าปัตตาวว่าแกผ่ารู้安尼款啊？你叫無啦，我講你聽啦，有時我有對人邊領嗬，都條擺落去，maybe 我 join 浪啦。但係講我到對人講伊嗬，我都冇辦法咧，因為啊，你小當時我人係 access 真差嘅，真係。哦，你條貴追所以條貴講所以搶㗎啦係 bandwidth。我邊個烏魯？我到去金鋪位嘅所。對，一條嘅一線也漲高也漲撚貴嚇 internet。對啦，我知道。啊，แล้ว OK 嚟，咱講到對啊，即係福建，所以福建原來咱所以你講有通嘅個了是海南本是海南話加潮州話，因為都海南嘛，海南。哦，一個係咩個啊？有幾若種嘅，特別第一親嘅三兄弟，第明顯嘅就是福建話，咱當然講掉啦，福建話、潮州話加海南話咯，即三個是兄弟嚟。แล้ว我未รู้แค่人嘅話是到底福建嘅 state 還是到底？客話咧，客人咧是中國有三個 state 裏邊有客人嘅。哦嚇，所以讓三個所在三個 state 裏邊講嘅話佢冇相嘅。哦嚇掉咯，要冇相嘅客我知。叫中國嘅客話加台灣嘅客話加要落過來正環境嘅客話佢冇相關嘅。我知，我係媽講嘅，意思講嘅叫咩啊？你唔知係咩？因為有一個名啊，咩客咩破咩鋪機。叫河破客。嚇破嚇咩個頭？破客。破大埔。大埔咗，大埔。河破大埔，幾若種嘅？伊人講最無相嘅時候，我聽我媽講，特別人講客話是叫食飯時叫食飯嘅，有人叫食飯，特別我媽講是叫食盤嘅喎。嚇，冇相所在冇相聽嘅。食盤嚟講，你嚟咱每看，咱嘅嘅邊個係咪嘅妹咧？咱嘅即係阿龍。阿龍啊！嚇？我妹啊！你名咩？有人。你聽我媽講你長山是倒位嘅？長山是中國啊！長山是中國嚟。按照講長山咧，因為真係人，我同你講啦，當今我家己有真複雜嘅心情啦 ，mix feeling 啦。因為我看到真係人真是驚穿漢服，人知漢服係咩啊？漢 dynasty 嘅啥？當然真係人是驚穿嘛。漢是安怎嘅嚇？意思漢dynasty 就講你小拍戲裏邊係種人穿嘅啥？哦，是人他包條咧，包，有種人包條咧，係咧有一條褲大嘅，佢伊是佢 set 嘅衫，係咧有一條褲大嘅。拍功夫人穿嘅就係。拍功夫人穿嘅，佢一種嘅衫咧，當然啦是叫做漢服啦，人講是漢 dynasty 嘅衫嚟嘅。另外人講咱不是漢嘅人嘛，但其實若是講對歷史嚟講嘅話啦，邊人真係老人家伊會甲你講，咱人唔是漢嘅人，咱是。唐 dynasty 嘅人嚟，就是講漢 dynasty collapse 了啊，唐 dynasty 嘅人，佇唐 dynasty collapse 過後，跟了走去南部嘅人嘅後代嚟，所以咱人唔是，咱人是 actually 是唐 dynasty 嘅人，所以唐就是唐咯，唐福建話嘛叫唐咯，所以唐山咧就是大唐江山。哦，咱講唐人是唔是咧？唐人，所以唐人加唐人就是唐人迄兩字嚟，咁所以咱人是唐朝嘅人嘅後代嚟。哦，也對。哦，要解簽嘅咯。所以人講，所以就係人講啦，若是咱就對佢唐人嘅事啦，即係應該是冇可能嘅，因為
無相關嘅話咧，幾百年、幾十年會變啦。對。佢計講幾千年啦，但是有一日啦，到短期1500年前嘅唐 dynasty 嘅話啦，人講嘅話是福建話咧，我是無相信嘅啦。特別應該有真啊，這物件是講會通嘅。哦。伊咧頂當講我看到 internet 有人講就古以前成啊，伊講伊個福建人講嘅福建話啦，是第一 one of the 只老嘅話，是唔是？是唔是樣 ？because of 呢個 one of 第老嘅話咧，因為伊有真濟，我甲你講，攏愛看一種嘅話是老嘅少年咧，你看伊安怎，你看伊樣嘅腦、樣嘅名詞、樣嘅安怎講啊 ？nature 嘅物件安怎叫？我呢隻 canon。example，我學你，你就講 duck，特別係咪 duck 係咪鴨啊？duck 鴨咯，安怎鴨叫 duck，你諗未解釋嘅就。哦，福建話都係解釋嘅，福建話都係解釋嘅。安怎講？安怎解釋鴨？因為鴨嘅聲嘛是鴨咯。安尼哈，好。因為咱人古早是無聽寫字嘅嘛，所以可能會聽聲來記迄個禽獸嘅名呢嘛。伊講我會叫，例如講我看到阿 John，但是講伊是咪咕型嘅話，伊嘛是咪咕咯。然後特別迄點聲啦是無安尼一個 concept 嘅做，所以伊可能聽到伊彈出來嘅聲啦，然後對了迄個聲去記起來，真係 primitive 啦，做伊名。一隻 primitive，一隻 pick up from 所以福建話裏邊呢，狗打呢點聲本是狗嘅聲嚟。誒成個眼啊，等陣。狗，好了，喵不是喵来嗎？啊，喵是喵來。我有車。一是叫得個嘢名。哦，這應該是講象形文字啊。古本是叫得個嘅名，英文本是。哦，伊講成個象形文字，不用聲啦，instead of 聲。你迄種就是字嘅嘛，看有聲嘅嘛。相聲啊。白不是叫白，白不是叫白嘅嘛。好了，喵不是叫喵，不是叫喵。把啲你放少少，我覺得做 sound effect。對，好。แล้ว我講嘅咧，人講無相話，我在碰香港嘅福建話冇咩相嚇，碰香你講到啲特別嚟，所以你福建話都冇相㗎，我邊嚟？我是全家奴嚟。全家奴嘅人嚇，全家奴人，actually 啊，伊聲係個部。一路講嘅話，教我係 cousin 講嘅話差唔多像嘅，特別是特啲特攞過啦更沙嘅特啲。過啦更沙係 Berlin 嘛？哦，過啦更沙 ，sorry， 過啦更沙係 Perak。哦，哈，特啲喺邊一講嘅時候，咯。真正常嚟嘛？actually 阿 John 啊 ，TB 國樣近日講一種係強嘅咩？冇，只隻。對啊，因為你大所在大嘛，你無聽，你就是說福建安尼一種無相關嘅聽，無相關嘅話，因為福建咧是中國安尼一 state 裏邊啊，一山所在嚟。第一山，所以人夾開嘅時候講啊。對，人夾山夾開，所以人冇辦法，迄種時都冇 internet 嘅嘛，冇 Skype 嘛。因為冇嘢。所以人就要夾開咯，嚇！你只夾呢啊，10年過後你聽到冇相咧。I see，明白。所以成日係啦，成日正只字咯，成日有成日 East Coast 嘅聽個無相，Southern 嘅聽個無相 ，Northern 嘅無相 ，Carolina 咧睇個無相 ，even within 樣只字啦，對，แล้ว人邊領嘅學嘅呐，是唔是無估？人拿估伊變咗邊領學嘅變咗一個字嘅style 嘅話嘅。已經變去啊，已經變咗濟啊！我回你話，你注意看啦，當然若是講你有個注意話啦，若是講你 something is lost 啊 ，you lose something 啊，你學嘅話哪講？碰見。對，特別當然有隻濟較少年人是無講碰見，有時就講不見嘅啦。哦，不見嘅。你注意看啦，我唔知我係講緊不見嘅啊。我講種數，安怎樣嚟講呢？我冇管啊。哦，人講話意思。顧一個物件，你注意看，一個人嘅學嘅話好還是無好啦？你聽講佢哪種嘅物件，你就知咧。其中有一個咧，就是講 something fell from the tree，你安怎講？咖撈。物件咖撈，物件咖撈嘛？特別有陣時人講物件拔刀嘅咯。哦，咖撈，拔刀下掉咯。特別拔刀嘅物件，特別是會曉行路嘅物件，該拔刀嘅。對。
成個微微話行路啊，嚇，伊前管底小管，你拔到頭咯，嗱點解？你拗你到頂去，拔到落嚟咧，就是講你拗會行咯。伊龜無，那是有龜咧，拗應該是架樓落嚟。特別伊拗架樓就是伊龜就會拗會行路，伊架樓落嚟就是拔到。啊！你其實注意話人講 slipper 有人再講，你聽到 slipper，你就係講你聽人講 slipper，人就講咧有三種嘅，三隻 answer 嘅。啊，我知。我講佢咧嘛。講佢個仔 repeat。OK，就是頭一種咧，第當記者介紹人家講嘅，就是拖 A 咧嗬。我係可以50分啦，以後講我計劃50分前台，係咯 A 台話咧 A 台咧話咧嗬，我就可以插5分咯。有時講前台話咧就100分。我彈100分，我彈100分。你當然未使啊，當然。等陣，我每攏話半數是咩？係咩物件？半數係咩物件？老福建。哎呦，未曉半數啊！半數未曉？半刀少。嚇？半刀少。唔是啊，三把。半數。三把。我聽唔到都講，你是講半數就半數是三把。唔是半數。這是咁。真係เป็นนั่งไอ้กำปงอ่ะยัง大係講係收半數。半數，半刀我知啦，半刀。嚇，我係曉跳半刀。我知啊，特別三把叫半數咯咋。哦，半數。三把叫半數是對嘅，三把叫半數真係老人家不是人講嘅。我被講緊咯，八刀，就是叫啊。負責是嗬，我諗กำปง嘅人嗬，因為名就奇怪咯，就半數尖啦，固令啊。固令都啦，安話呢就幫腰幫持，咁樣是怪怪嘅名嘅咧，流幫腰幫持咧，唔是樣怪怪啫，是因為幫腰幫持是有意思嘅，因為古早人樣出海嘅嘛，所以樣成家成日字咧啊，樣背腰背持咗，腰係咩咧？腰就是教育嘅育咗，樣背腰背持，安怎樣背腰背持咧？因為無類嘛，所以嘛幫持看咯，看持嘅大無咯，持嘅大嘛耍咯。哦，幫腰幫持哦。我幫你有興趣看這出戲啊？有當根本有當隻嘛，咪幫看者咯。就是講三隻刺，三隻腰嘅，樣青菜刺，青菜腰，啊無樣別大嘛。誒特別樣是安尼，樣安尼是叫笨蛋叫幫腰幫持嘅人，係較叫伊較應大，較成啊青菜乜嘢大。特別樣，好像我見到話叫咩超正啊，唔使啦。不要超人不要說啊！係啦，嗱，古招啦，我呢招啊！你知咩事哦？你知咩事？我捌聽過，即係我聽人講嘅。我媽人講是，人講你名呢，你叫人拿牌呢，啲垃圾嘅物件，幾樣嘢無好笨蛋嘅物件特別來吹你嘅。所以你就說，我媽就笨蛋嘅，然後一看到 baby 就出別啦，伊無去學老嘢就，伊講佢就歹看就夾事，就講伊皮看個鼻啦，白照個細女啦，伊就先喺家己囡仔講，因為俺講了，你妖魔怪怪個別來做亂嘛。哦，別怪。囡仔無水嘛，所以就是講我媽抱 baby 啊，伊就講伊就歹看夾事，無人愛你嘅，鬼看就你半掉頭走啊。我成個我是樣聽到我聲走嘅鬼事，聽到我笑聲，特別看到我邊咧，我邊梗係夾事呢，我當佢曉。誒，等陣我俾歡迎即頂到是細漢嘅事，未來再一邊再人哋上細漢嘅事啊！唔是 high summer 就 before high summer 嘅事嘅一件。Hello， 你名咩？聽到，你名咩？無毛，你細漢就聽下大漢呀，2005年起就聽下。未記哦，真久哦。真久啊，細漢就聽咯。真久啊！你一定到時我個小細漢我個唔敢，我個驚嗰啲馬來吹我嚟。能夠講臭啊！我唔知，古拜我那時我在我本在講啊未本啊。哦，當今較搞啦，大漢嘅。誒，你到底咯？我到啲吉隆坡。到啲吉隆坡睇車啊？睇車啊！哦，แล้ว我看到你誒，冇聽到你細漢嘅事你被 join
你會 join 時我一刀風佢你好一刀係唔知，但是驚聽你幾歲還是你頭你只細漢嘅時候你聽是14歲14歲你話定到係數咩係數？你幾歲？係數你頭？Form 2 14歲啊，14歲。哇！是呢個明想嗰個啫，係數加即係當清查幾歲？3歲。5歲啊？清查5歲。5歲嚇，5歲。แล้ว特別我拄過無毛，我特啲邊兩嘅時候我拄過。我是有啦，頂擺咱去Igit啦，邊兩個嘅時你冇來，邊兩個出現喎。邊兩個嘅時你冇出現。一當佢哇，今日等陣 OK， 都個環境都一個都對嚟，每看咱當今 try 是按照福建話講 try 做皮。試看。咱試看講無相嘅，甲咱講嘅福建話甲別人講嘅福建話誒字無相嘅字，成咱講係咪叫無相？แล้วก็เราตัดใจของสิ咱กันยูนิคกันนะตัดที่เป็นแรงเก่าอย่างไงวะปาลุยโบยลงรู我成日梅啦，嗬。你講 P 啊是笨魚 P 啊。我講笨魚，我講笨魚，我講笨魚 P 是掉住壞。笨魚掉。P 嘅我邊講 P 嘅。直接講 P。吉隆坡嗰啲 Perak 就學嗰講 P 嘅。冇啊，喂 friend 咩單你啊？用 P 嘅，個人講一厘啊是一屆。一厘。一屆是對住 Y。對住 Y。一屆是對住 Y 嚇。個自己嘅嘛。我每人。你聽過看車？看車是啥物物件？看車你車可能北到邊使攞北京位人看你車。唔是，買新車。我真好笑誒！我咩單你 friend 甲我講，我看車去學頓。我就講嚇，你看你車去學頓？你成日估啊呢？我人講看車是買新車嘛？我話你個看一頂新車。哦，對。嚇！你按香港我哋在下掉近，我咪攞近。我同你講其實咧，無相關嘅行業啦，無相關嘅industry 啦，用只種話人是無關係嘅。你若是講你注意賣車嘅人啊、天生嘅人啊、賣戶啦，人講有只字啊、只趣味嘅，咱人平常時無去接觸嘅話咧，咱唔知。按照講下，漸子，你漸子就要。啷就講賣厝嘅人咧，係你 agent 啊叫咩？我知，特別我小未起，我知我嘛有朋友叫做哎呀死等咩小咩啊，叫做咩嘢？叫咩？青口掉。所以青口這個字咧，咱平常時是無講嘅就，特別做迄一行嘅人，一直規則用這個字咯。做青口。咁物件就是人看到，若是講人介紹到厝嘅話啦，你講話這間厝人落產破。我唔聽過話啫。就是講迄一間厝落骨產骨破。落塵破啊！落塵。對，即係你嗰陣時用嘅 slang 嚟，所以咱有時講有隻物件被 express 啊，其實你唔是迄個行嘅人，你就講唔出來嘅。I see。一個。係啦，有厝被搞厝，你是被爆坑嘅嘛？你知係咪叫爆坑咯？爆坑啊！是叫海咁聲。唔是爆坑，就是講一厝海清㗎了，水河咯。哦。裏邊叫爆坑。I see，就係 clear 㗎啦，佢就是講就係爆坑。即係日日都講得出嘅，是啦冇關係嘅。阿老安做得嚟搞，你記得係驚叫。因為上帝是假講病嘅嘛，上帝是假講病嘅。嗱，我冇搞嘅話，我做邊個人啊嘛？死人面。特別不要見到我水嘅時候，唔是我水，我吸屎。吸屎，很多特別買夾走過啊。冇啊，反好，當今曉，既然人講福建話可能，來咱實一個字啊，佢講包坑啦、包車啦、包 anybody 嚇，接落去嗰啦包蝦米好。哦。咁 try 講。係，使下我處理本咯。係啦。你是講接落去係上隻字，唔是講包車啦、車下面啦，唔是你連對人做。包字哦，包 with 蝦米，包 with 蝦米。OK，包頭。啊。包車什麼意思？包皮都叫什麼？一是包皮，是包背。包皮咕咕叫嘅包皮啊！包巴掌對啊。個包係咪個？
爆沙爆海，爆沙爆海，嚇，爆灰屑，你是白啦，唔是白灰屑咩？爆灰屑，白灰屑就唔是爆，是爆爆灰屑。哦，唔是白咩？哦，我想你是白灰屑，我諗叫白灰屑喎。人叫白灰屑啦，冇爆灰屑啦。邊啲嘅人叫白灰屑？嚇，我叫白灰屑哦。我是講我出嚟講爆灰屑嘅。哦，我叫白嘅喎，research please。我叫白灰屑。我們叫白喎。你都喎。注意看啦，邊啲嘅個別店咧，若是講有得爆灰屑嘅話咧，嗬，伊是寫爆火石嘅，伊無寫。哦。叫啦，伊寫爆吧，人福建話叫白喎。OK，咱講唔對，咱講爆時，咱講唔對，咱叫白。我知道你乜叫白灰屑嘅。白灰色意思應該是因為都一個月嘅一個月嘛。啊？你成日講 contract 呢，白起來。哦。OK。我冇想。你個係咪個？包係咪？包。嚇對。啊了。包隻。啊包隻包大包困。包隻。啊。包好勢。包好勢包，冇啊 ，OK， 包你字先，就係嗰時候。啊，包掉誒，包掉，包屎，包水，包贏。啊，包贏掉搞，就是講包贏，又驚，哦八卦嚇八卦搞。包咩聽冇？包 present。包禮物。Actually 啊，包 present 嗬，真係 typical 嘅福建話邊嘅。嚇，做咩事？人打到嗬，愛係人từng人嘅福建話咧嚇，佢參俄文字，不參河南字咯嘅，即不對啊是。不對，乜事啊？誒，咱不對咪是人講嘅咧。誒，我阿龍我未到，人參喺啲淡薄樣嘢，或者佢福建是唔是？人邊人家有啊？是想白嚟為本參實，咁馬來甲咪是有樣嘢人嘛？特別馬來甲嘅邊人有一個較大嘅分別，就是馬來甲嘅人是講華南話參福建字，人是講福建話參華南字，人都大邊嘅。哦。有時講 Malay with Hokkien words， 有時講 Hokkien with Malay words。我明白，你是爸爸樣嘢，我知樣事咧，可特別如我是講伊朗嗰邊嘅福建人有參上個咱邊人福建人參嘅咧，即係華南字字票呢？上那個不對。我樣個少，樣比人個少。伊比人個少，所以樣較純啊，是個是。伊個無參咧，個 logo。你別講嘅，因為我唔了解啦。你講點聲嘅時間同佢無相，特別點聲嘅留嗰時間嘅留，我唔講唔出嚟。係咪叫點聲時間？點聲嘅時間，我冇點聲同你講啦，冇時間同你講啦。嚇！點聲嘅時間即係兩個字啦，特別你注意看啦，南部真係人是冇講點聲嘅。哦，特別無，我唔是講伊人講嘅話，但係是較純，我是講伊人冇參嘅。我講嘅純，我是講人參嘅華南字，有冇參華南字，有是較純嘛。但我講冇得掉嘅咯，按照咧，因為有時講嘢冇參啦，有可能是因為人讀電腦冊啦，人受到電腦字嘅影響，然後對電腦讀嗰啲字呢就。咱 OK，咱邊啲嘅，我感覺到咱邊啲係福建啦，是第一歡迎嗰啲外面來嘅話。Roger。對。嚇？Yeah。邊啲係只 open-minded 嘅咧，福建，誒一隻 welcome 你外口嘅話。其實嚇，其實一個所在發展得好，伊嘅話就會受到影響嘅。你講美國就係啦嘛，美國嘅話裏邊係咪基本差咩？對。發展得好嘛。哦，是。特別咱人邊個福建話是其實是 one of the 第順福建話，有隻字啦。台灣人甲中國人當然冇講啦，咱唔講嘅。你 example。你 example 等一下對。example 啊，基本上係暫時嗰時候未。但係見到時候就先我不明另外，我不明就是講，人導致人嘅 group 嘅人，但係人嘅特別嘅邊個啦嚇。我咪講看，如想到讓平常時用講福建話是要參華南話嚟講嘅時候，但係人講沙本當間嘅嚇。不對啊，但係即係Gostan 是阿莫話嚟。教員。
換那話咧，換那話。舊音唔對，舊音有可能唔是學雲南話啦，舊音應該是學緊話嘅。特別舊音上話咧，舊音應該是學緊話，因為舊音是你用對陣字你吹掉，伊嗰陣幾千年前已經有人用過這個字嘅。特別有可能是換那話對人等人啊。對，有可能是換那講米，那米換那話冇米嘅嘛，換那話緊係米嘅嘛。米是對福建話啊。米是對福建話。哦，隻米啊，福建米。米菇嘅米，米菇嘅米。哦。我去話台灣嘅嗰兩樣教員都是講結婚嘅喎。啊？對，我知，但係問題是，樣有隻隻物件，咱正講講對樣，因為樣有本有受到華語嘅影響，真係深嘅。咱人所無安得大，咱受到影響就無大。哦，對，有理由。一個別行有時人講干那伊去干那有安尼可能話有干那。有干那有嘅。其實干那是咱人讀伊音唔對伊啊，應該是干大。哦，干大。所以你睇到我歌咧，嗬是講干大內嘅人去呢。有隻老人家不是講干大內嘅人，而是咱較少年嘅人講干那呢。哦。可以叫咩？干大可以叫咩？華語你是咪我寫喺哪個字啊？老師？指示啊，指示哦，我有指示。指示有。特別冇被 translate 嘅，人哋是福建話是福建呢個字話嚟被，唔是用鄧能字嚟翻譯嘅。我是用鄧能字，我就唔是用 Mandarin，特別唔是華語，唔是用 Mandarin 嚟，伊寫出來特別伊被 directly translate，咱別說講，咱指示特別講入面。寫出來是寫下面字呢？干那伊什麼可以叫咩？我寫出來，我有我寫好你看啦。你寫到啲 check 嚟。我寫出來，我只物件，跟他寫出來。以前個嚟 Europe 玩嘅嘛 ，French、Spanish，跟他分寫出來，特別用嘅字本是一樣嘅嘛。特別我咪都龍都有係你定到係你國家dictionary 啊，字典。有啊，我有隻，我儲隻字。你字典當然派出啊，個睇咩啊？我叫有隻是俾未照嘅咯，我從來邊覺得是薄薄嘅。我係中學嘅先生，伊有嘅一本嚟哦，伊成日學人看伊嘅咧，定到只國家冇用咧字，特啲 Mandarin 冇用嘅字啊，有啲福建話個用嘅啊。有隻，就係講咱人煮飯用嘅物件啦，你煮飯迄個，唔是粿，鼎是第古早嘅，迄一種嘅物件。2000年前就是叫鼎嘅，但係咧當然近年福建話是用迄個字呢，全你覺得唔是用迄個字嘅。當然用咩字啊？我都唔知啊。鑊啊。鑊甲鼎是本是正古早嘅物件，特別鼎係歷史第長嘅。哦，鼎就寫下唔知。鼎是鼎啦，鼎泰豐嘅鼎。哦，咩鼎啊？鼎是講你人燒香嘅鼎啊。嚇，迄個就是鼎啊。哦，你看出嚟就，因為伊定嘅字佢嚟興啊，就是下底有四支卡，係啦，有定過有一個位，第一條可以做物件嘛，古早滾湯用嘅物件是大大嚟嘛，所以你看到一定嘅有一個 container，下底有四支卡定。定緊有三支卡呢。一支卡嚟咩？三支卡呢？冇，你知咩屬於三支卡啊？你知咩屬於三支卡？哎呀，八多啊，一支字，你加，你是八多加撈。有可能三支卡嚟，我冇時間照佢哋啦。了 ，OK，咱嚟講嗰個華南話嘅影響嘅呢，咱福建話講嘅，但係咱睇得掉下去，個舊嘅呢掉下去，門釘是揾得字啦，本丁是成件活大把多嘛。特別有人講啊，邊啲人有講嘅嘛？哎呀，邊啲有人講嘅，邊啲唔知，邊啲係你做人嘅人做過來嘅，咪叫做學人食街嘛。嚇對，那個，那叫即做古本呢？那叫我爸特別樣時去咧 garden 嚟做成日摘草，係咪叫樣我咪講叫做古本呢？做古本你是華南話嚟嘛？係啦，古本啊！但係我是俾每路人，安尼可能話，特別有可能我嘅影響是因為我嘅媽是娘娘嚟，所以我人可能講較參加啲，可能咪講講啦。特別有可能。我真係暑假，我真係暑假聽可能話，成個人講娘肉啊，人在娘肉係咩意思？嚇？咩？娘肉嚇，娘肉是老毛。娘肉就係娘肉咯，你講伊個咩啊？個人想法。邋遢是話啦。
去拉达個有。住困你啊！住啊！冇白困嘅啊！我聽人 snore， 是冇白。係。你哋歡喜佢啊？是，你唔是頭一刀啊？是唔是得？I putus，tapi ikan I putus ya, maybe putus ya，就冇唔是啊，呢度冇 connect。最困添啫。其實我感覺有真可笑嘅所在，就是有真福建話，檳城嘅福建話裏面，真一人講嘅，按怎講idioms 真一人袂曉啦，當時。你講啊。OK 有一個，因為檳城有一人拍出海獵戶嘅嘛，古仔。所以有一句話是有一個老人家甲我講嘅，伊講古仔人去獵戶嘅嘛，係了，買去學贏，唔去釣頂。哦。你知咩意思？買去學贏。買去啊，吊頂，伊就是講買去咧，學嘢上面咧就天學要落雨咯。你係去拍獵戶嘅點先啊？愛去拍網獵戶嘅點先咧？天學要落雨啊！但係你買去嘅話咧，你個吊頂就是講無雷開盤咯。哦，就是講I個坎坷中人，就是意思就是講坎坷中人先。I 本別有幾例好攏聽。嚇講天嘅有紅雨，大海變大路。一個啦。係咪？我冇明白意思係咩喎？天嘅落紅雨哈，大海會變大路，但係講後小就人後小對。對，天嘅落紅雨咩？未嘛？成個話你夾邊係只間咩後線，阿面舊線啊，大炮線啊，係個天嘅落紅雨，大海會變大路啊。我人無想嘅。你叫人再講。我人是天落紅雨，古情地可。古情地可。哦。本是好笑啊，意思是。哦。係咪古大古情地可啊？古？你講古隻草。梗係古呢，唔是大古嚇。無。哦，你咁就古人呢？係咪古情地可嘅準嘛？嚟一個。老古情地可啊？老古唔知啊。古，你嗰隻去講，榴蓮魚，歪嘴雞嗰邊食好味，歪嘴雞嗰邊食好味，就是講人無水個緊張。唔是啊，你無味人個時候要食好料啊。這是古早嘅福建人酸嘅咧，無味人你就歪嘴食好味。去食先。紅地脆，上面呢個上意思啦，去食先。你講到古早人計夠酸人上嗰種。啦，我相信咧，有人成咧，有人唔是講伊成日夠經濟啊，要食物件真正好啊，特別唔是講伊是成日食好嘅咧，是袂夠經濟，伊成成伊喙食袂落，可能物件。古仔這個嗰陣時，邊個有講嘅，想講古笑比古，你等下先，我陣先。古笑比寶貝，比笑古錯配。哇，這會曉啊！這個吉他朋友會曉啊。是啊。吉他朋友講嘛，我不聽唔到，但我啷講。有啦，但係是伊講啊嘛，古笑比寶貝嘛。古笑比寶貝，比笑古錯配。比笑錯配啊。古笑，伊個古笑，伊個比啊，你成日你比。朋友，唔是朋友啦，比唔是朋友啦。拉比。伊是點得啦？唔是。故事Tortis 嘛是，這朋友是多多嘛？唔是多多嚟，比唔是多多嚟。比是拉比。哦，拉比。哦，個詞冇想嘅咩？講好就隨意。比咧哦，一吹針針咩？一吹針針咩？講講啦，是講I see. OK，所以你講係咪古潮比？無貝。哦，古潮一比，講係無貝。係咯，比咧就潮嘅咧古錯配。哦，就是講the kettle called the pot black 啊。對。你算話我算到啊。哦。
有一隻我厝內有一個人講嘅，我厝內邊嘅時度人有講嘅，就講伊只舊開老爸類啊，攤樹，食阿爹攤樹起啊。哦，食阿爹攤啥物？阿爹就是老爸咯，食阿爹嘅，攤咧接個咧家己包嘅，食阿爹攤樹起啊。攤。即個咧話，你甲中國人甲台灣人講樣無分別嘅啫，因為這是檳城嘅話。哦，有咩？對。這是檳城嘅人想到嘅idiom嘛，你是講哪三？有檳城嘅人想到idiom咧。哦，幾 creative 咯。鹽雞攤紅杯，你聽過？冇啊，咩做雞？鹽雞攤紅杯就是講佢哋雞咧，可能鹽起了嘅啊。可能鹽起了嘅雞啊，伊要對掉佢哋紅是 Phoenix 咗，伊要對 Phoenix 杯。伊無按佢哋在掉，佢要做人做嘅工課。哦，你是講係伊要哦，佢伊無在掉，佢要做人。伊無按佢哋本數，係啦，佢要去做人嘅工課啊。啊，再講佢係咪鹽雞攤紅杯？鹽雞攤紅杯。哦，攤鐳嘅攤。哦，鹽雞可能鹽起嘅雞，佢要對掉紅起杯。哦，鹽雞攤紅杯。攤掉就是講。嗰一個是你斜骨唔捌嗬？斜骨唔捌是檳城嘅咩？唔知道，斜骨唔捌好是死唔知道意思啊？死唔知道，死唔知道，死唔知道嘅成學嘅，嗰一間咧笑話，即係這咧咩叫做啊？白絲那款那吉利，惡劍那款那接線咩？係你諗講惡劍那款那接線，白要幾時白絲那款那吉利啊？即係特是人嘅話，你講吉利嘛？吉利是人嘅 logo 嘅。吉利是人嘅 logo 嘅話。老闆聽過有？唔。個有。就啦，即係檳城學健講嘅呢，就是有講有笑，你冇幫助。但係你打你成日有人怕。係咪講句？冇啦，你講人教演嘅事啊。講啊，打你打咩？你成日有人怕。哦，對。你念打念啲咩？你個成好先。咩？你成日撲機啊？咩？你成日撲機？即係今日一地咧，撲機聲出嚟曬他笑呢。我唔知啦，前面嘅啦，我唔想檳城，我就看啦檳城，人雷公是聲嚟嘛，係咯，佢哋地鐵頂卡雷點事啊，閃咩佢哋貴啦，叫後面兩隻。有，前陣有隻是人未曉嘅。有陣那檳城人是未曉嘅。先那是雲南話嚟嚇，先那係。哦，先那是福建話嚟。哦，我想叫做先那，你在雲南嘛叫先那咯，你開呢貴隻先那。有隻就是檳城，咱人古早團只隻大物件，當然敢若無敢若去。像講伊海水啦，你去徛佇Gurney Drive，你看伊海水起來啦，就是講海帶甲路帶嘛，海帶叫咩路叫咩？最酷。即係敢若是 nature 嘅物件 ，nature 嘅物件咧，學福建話直接講佢出嚟。最酷是路嘅事咯，路帶咯。啊？最酷是路帶。唔是，最酷唔是海帶嘅路帶，最酷是迄個野水。我比較講大魚了嘅迄個所在嘅叫最酷啊。我是講最酷最嚴嘅喎。最酷最嚴啊！兩聲叫，往出來唔聲叫，你往出來古早有人拖鞋嘅，所以伊唔聲叫嘅。啷叫咩？大樓嘅四樓。哦，大樓對，大樓嘅四樓咯。大樓四樓冇。大樓四樓係嘛？是講咩去奧斯本時看喺大樓是四樓咯。大樓嘅四樓大樓。咩四樓？四樓係啊，大個四啊。四樓就是最起要無。是我問你是大個四是大四樓是大樓還是四樓？我就是講四樓嘅，大個四樓，大樓個四樓，雕湖人會知。哦，你去每日到到北行，我就一朋友到到北行應該會知。雕湖人啊。大樓是最起到四樓是嚇。四樓是無水啦，大啦。四樓是無水大，四樓是水嘅嘅咯。你大樓是水就鹽嘅關嘅啦。
嚇。哦。誒咧但啷個有 I think 特別 second show 嘅 educational 嘅咯，嘅有。我係 custom 叫咩？custom 啊 ？custom 作 passport 有。關口啊，custom 是叫關口。啊，關口。即係叫咩？國民嘅啊？關口。國民嘅唔是，國民嘅是 government office。關口。OK，我叫咩呢？清定關。清定啊，對，清定嚇是啦。清定。Hello，有真係貴，就講。你在邊樣嘅厝搬三張嘅貨幣啊？買厝嘅人嘅就係一號厝、二號厝、三號厝。冇明白。你冇明白就你唔關係你買厝嘅人就知啦。一號厝係咩意思？二號厝係咩？三號厝？一號厝是拖卡厝，二號厝是apartment。唔是。一號厝是 bungalow 啊，三號厝是阿達厝。啊？唔知我未曉，亂講下。我知一號厝是唔是成個放個了嘅，二號厝是八度個放，然後三號厝是八度個了嘅。唔是，一號厝是 freehold。係咪好 ？freehold free lease 啊。哦，依個即地啊。對，可能二號厝你是 leasehold 嘅。哦，那三號厝是冇好嘅。冇三號是政府所在。我報明白好。慢隻 please，係你好啦 ，freehold 啊，我見我叫咩？一號厝咯。我知啦，一號厝but freehold 嘛，咱咪講一號厝啦，咱講 freehold，講咪講一號、二號嚟講啊，有福建話講啊。按照 explain 啊。你邊那是按叫嘅？邊是水啊？不，你是有。OK 咯。我知冇，特別我知咧 slang，特別你別按照 explain 可能聽，你按照解釋可能聽一號。你邊解釋嘅？因為你啲邊啊，你就講學。唔係，我未你解釋啊，我聽，我未曉。你講一號厝是按照樣解釋，我別知。OK，一號厝嘅意思就係 OK，一號厝嘅意思咧，就是講係你所在咧，可是擼嘅了，擼俾啦，就是擼嘅所在了。哦。那二號厝嘅。但係你阿莫話是叫咩 ？freehold 是 hold HOLD。哦，所以你自己檢討下，可能你檢到啲地。檢討下，係檢討下。二號厝咧，唔是你檢討下，二號厝咧係有99年嘅嗰個名呢。啊。99年幾號？你養少到多年？三號厝咧可是根本唔是呢個所在嚟，是政府嘅所在嚟。EIC 叫做少咧。IC 明白。對。誒，不知啦，我到底嚟，咱個再講句，讓我興趣我聽呢，我就趣味我聽。邊嗬？人在講你爸嘅哥嘅所弟咧，是你係咪人哦？即白，係咯，請問你爸嘅哥嘅囝你叫咩？喂爸，等陣我爸嘅哥嘅囝咪是叫嚇。我係堂哥啊，堂啊，上蛇就是堂咯。對，但係咱冇講堂嘅，咱都我冇叫堂嘅，我唔係叫堂。咱冇叫堂嘅，咱叫做即伯兄、即伯小弟嘅嘛。我就是叫堂啊。即伯我叫堂嘅。你叫即伯哥，叫即伯哥、即伯子呢？咁啊？對啊，即伯子。哦，我唔聽過，我特別我是學你 Mandarin influence， 我叫做堂嘅堂姐，我都未好叫。我就係，咱叫佢出嚟，或者是兩冇關係，叫佢出嚟。哦，叫做即伯，我曉了，我當佢 Q 我就用啊，喂即伯子啊，係咪骨頭啦？即伯子咯嚇，你依啲明白嘅，但是講嗰個會淡杯咧是叫做雞白。雞咩鬼？雞咩？雞白就是講意思是講一個人OK，你愛記嘅話，你有兩種好多記嘅，就是講，但是講是即白咧，就是即白，我想話得佢解釋者啊，即白咧，伊唔止上成，伊唔止上成，伊是一個人上成，但係佢個人上成，係咧佢個人上講買，嚇對。對，係啦，有另外一個是個人上社，特別冇上講買，就是講夾住大咧，迄個叫做夾白兄弟。哦，夾白啊，夾就是講係夾條個條。夾棒，夾住嚟白刀。夾棒啊，棒經嘅棒啊。棒經嘅棒。夾嚟白刀，夾住嚟白刀。哦，夾白，白刀哈，明白喎，真係有意思哈。人哋伊唔是 direct，伊冇 share 嚟 grandparents 嘅事，所以對夾住白啊呢。
隔壁人嘅國多啦。嚇，隔壁人嘅北多，隔壁人嘅北多，所以有時咁樣上成本嘅，特別有時咁樣冇上講買。I see，明白啊，明白。誒，你騰上啲就是講伊話嘅話，伊是你拜個嘅時間嘅話咧，伊個你是上一個講上一個買嘛。啊，對。對，即個你是冇上講冇上買，就是講伊是講嘅兄弟嘅行嚟。哦，伊講嘅兄弟對卡去 get 這 one generation 都過去啊。真正好，哎呦，真正好，伊感謝啊！咱會特別嘅變個了，上濟人我唔知係報告啊，無即個辦賣報告啊啦，你濟人一千個人啊，特別我要緊特別報告，佢若肯先嘅，啊買啦報告了去啦啊，可能嘅特別嘅變，請嚟教人教學緊歷史嘅話呢，就是我係學長龍感謝。แล้วก็ว่าลังสินเจ้าบอกว่าท่านก็จะเจตปิโอตัวจะเจเหนียวแก่คนเองก็เป็นกำเสียแล้วก็ว่าไงวิว่าว่าแล้วเหล่าเจ้าบอกว่า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บักกวานะแล้วก็รู้เสียไหมตัวเผาเซียนแล้วกีตาร์เป็นอิวโบมอนี่是โบมอเหรอ你唔是毛毛白啊？你是毛毛，毛毛白是大漢呢？是不毛毛白？但是個有臭豆加布拉贊雞，我係拖地係心。得，你講我能了嗬？我 Facebook 嘅朋友有問咯，咪講 giraffe 學嘅玩咗講。對，我講咪問我未記嚇。giraffe 是點叫嘅？我係馬。假嘅，即叫佢出嚟。你媽講咩？啊？咱叫麒麟樂嘅哦。叫麒麟樂唔是 giraffe 嚟。啊，唔麒麟樂唔是 giraffe 嚟。麒麟樂是 giraffe 嚟。哦 ，because 你成日你就是一個麒麟樂哦。你成日麒麟嘅咧，咪一頭魚啊？唔是，伊告訴是你講你迄點先，你就青河嘛，青河落嚟南洋這邊。垃圾問下青河。垃圾灣啊，青河咧，伊就去，伊全世界冇去過嘛。然後伊去到亞非加點先，伊就看到隻關嘅，非洲嗰邊伊看到關嘅禽獸咯。然後伊要送予皇帝咯，因為迄點先伊是明朝嘅人，伊是明 dynasty 嘅人嘛，伊要送到啲予皇帝。伊覺得伊就是皇帝就是派一個外交去找好嘅物件轉來，所以伊找到兩隻咯。然後伊找到兩隻咧嗬，伊就對伊點先咧嗬，伊就去畫島咯。伊畫了嗬，因為死魚咧伊畫島，伊成畫島啦。你講伊麒麟樂死魚，就伊畫島，係咯，伊畫島咧，伊行去予皇帝，係咯，皇帝看咧嗬，講即個物件咧嗬，死我冇咩記伊個數啦，即個物件咧是好嘅物件嚟。伊講伊是帶好嘅壽司到對嚟嘅，所以麒麟嘅意思喺中國嘅個數裏邊咧是好嘅禽獸嚟嘛，所以嘛，皇帝學喺你禽獸一個名叫麒麟。所以麒麟就直接用個建設咯。哦，麒麟樂。特別人隻少人會曉叫啊！我不聽過麒麟樂實是。你常看到 giraffe 咩？係啦，無本啊對。對，咱 because 咱唔是 locally， 咱有嘅animal 是咱無，咱個被 create 啲名啦。到底中國無落啦，臭落有啦。無迄個無 giraffe 落啊，干那中國無會，干那個 Africa 有呢嘛？哦，I see，別怪咱無字，所以咱當今安怎叫啊？若是講咱讀當人字是啥物啊？咱叫麒麟樂啦。無，特別華語咧 Mandarin 咧，哦 Mandarin 叫長頸鹿嘛。哦。鄧冠亞樂嘛？鄧冠亞樂。你唔是成微微話話臭落誒？哦，你是臭落，你是絲落。我是絲落對。我咧是小落。係我是小落。小落。微微話話嘅小落。Anyway，呢個繼續去介紹我哋即係三百八站咯。誒，即係小弟走去啊？冇單走去啊 ，producer。一走去困了。哦，係嘛，冇活得你。嗰個好佳看到你麒麟樂，然後個有後邊就冇咁寫，然後個有我人真正搞夾人教語來榴蓮魚咁寫，都嚟參加我人講。感謝。真正老早啊，不過希望你得到你白聽 suggestion 嚇講。
咱嚟使吼，講 about 咱嘅聲是按怎來嘅？那是有人會曉講。所以會使叫後調吼 help 咱人啊，做一個聲怎來啊？怎來啊？你曉哦？是有故事嘅，我同你講啦，你去全世界啦，當時你真少數在除咗上檳榔安尼保留嘅安尼好了，安怎咧？因為檳榔有真濟厝外口有攞嚟字大掛啲梅頂嘅嘛，你知哦？對。迄個攞嚟字咧，就是你嘅城市到落會來，迄個所在嘅名嚟。哦，我人嘅石昂嘅是叫做泰國啊。嚇，泰國，所以石昂公司叫做泰國黨嘛。嚇，對。誒，別人講我愛聽。我同你講，你有影就只要檳榔嘅有興趣嘅話咧，你特別去檳榔嘅南部，安怎咧？迄個檳榔迄個叫咩做？BO，你知 BO 到嚟哦？BO 哥打山goo哥打山goo嗰邊咧就有真濟間厝，無像成人咧，用胃口隔咧有迄個擺掛掉嘅。我未รู้啊！呢邊是地姐啊，檳榔地姐啊。我未รู้三號啊，山河啊，是唔是人嘅姓咧？還是店嘅名咧？三號我唔知喎。你頭晚我看到一個聽眾啊，頭晚到底係啱有時一個聽眾，伊厝後背講叫招牌咧，特別伊看起來上個是人嘅姓咯，可能。無想咯，我想袂起三號是姓咩咯？姓林柏啊 ，OK。My name is Hello Mr. 林柏。林柏昂。咧，講嗰啲聲真有意思喎，應該聲有自家是講嘅。Actually 嚇，到啲亞卡機位嗬，嗱是講啷過去啊，你看到產業公司、產林公司嚇、產庫公司，一定都係邊會通吹掉。咱人嘅聲是最多來嘅，一定係變咗最聲。會吹掉嘅咧。你啷去 research 下對人做啲先嘅節目。是講第好是當我對啊檳榔嘅時啊，夠陣時甲人傾偈啊，無陣時。那你會聽，平時會聽。啊咪啊！你會聽嗎 ？At least 聽唔知啦 ，sometimes 就actually 個坎坷唔，because 你知我大有影有路啊，你可能即坎坷 internet access 有時無，你可能。哦。誒可能。你是伊野長接野長嘅老狗啊，看你野接去 internet 就辦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希望啷下禮拜過來到對嚟話叫做我哋只做物件。了若是講咱要對我，若是要有蝦米報告講，其實要有錄音咧，現場錄音啊，是要個 Google Hangout 啊，你是按照參咧，讓特別對我招啦，我招 Twitter 就是 @JohnOng， 了佢使對有當時後條有寫到啲本來學見嘅，誒為本本來學見嘅，只個冇寫嗬，後條。這個冇影嚇，真冇影。OK， 感謝你禮拜咧再見佢啊，就過嚟講佢感謝，拜拜。拜拜。Ada suaranya? Kami kan lut.